花个牧师，各位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是 TM 甲 EM 联合礼拜，咱同齐吟诗、祈祷、读圣经，也同齐敬拜。上时咱较顶仔也要为着咱新选出来，今年度第一届选出来职事来举行按立甲授职的典礼。除了这以外，咱嘛要举行2025年年度好会。通讲今仔日是咱教会要紧的日子。为着节省时间，我较顶仔讲道，我会用台语来讲，总是英文的传译的部分，咱会通来看荧幕。Pastor Park, brother and sister, peace be with you. Today is our TM and EM joint worship service. We come together to sing, to pray, to read the scripture, and to worship God. Additionally, we will hold a service of ordination and installation for our first time and the newly elected deacons. Furthermore, we will also have our 2025 annual congregation meeting. This is indeed an important day for our church. To save time, I will deliver today's sermon, preached in Taiwanese, and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will be displayed on the screen. 咱附带一提，就是咱台湾现主时当咧过旧历年的春节的节期。今年是蛇年，所以我用圣经的故事做两对对联。第一对是讲人巧亲像蛇来过新年，顺良亲像精仔遵圣言，灵巧像蛇过新人，驯良如鸽遵圣言。第二句的对句是讲。咱就撇开火蛇显灵智，勇猛当蛇得意智，避开火蛇显灵智，仰望铜蛇得医治。我用这两句对联来祝福咱所有兄弟姊妹，咱今年度的蛇年会通有平安、健康、甲丰富一冬。By the way, Taiwan is currently celebrating the Lunar New Year. This year is the Year of Snake. Inspired by the biblical story, I have written two couplets. The first one is say, be as wise as a snake and welcome the new year, and as innocent as a dove to follow God's word, because the coming year is the year of snake. The second couplet is like, avoid the fiery serpent with wisdom, and look up to the bronze serpent for healing. With these two couplets, I bless all of you, brother and sister, with a year of peace and health and abundance of God's grace. 咱今仔同这组织，咱所要讲的主题是教会亲像一丛树。The theme I would like to reflect with all of us is that the church is like a tree. 咱知影，咱生活的周遭有真侪树，树甲咱人的生命，通讲袂通分别。圣经一个开始就讲到树，创世纪第1章第11节安尼讲，上帝讲地着发草，结果子的菜色，以及结种种果子的树，互因内面有因的籽，当伫土里。伫创造人以前，上帝已经创造树，树比人搁较早存在。通好，互树的果子会通来养饲人的生命。但除了一般的树以外，圣经创世纪第2章特别提到有2种特别的树伫爱甸农内底，一种是生命树，一种是分别善恶的树，咱该称作是知识树。大多数的树甲咱自然的生命有关联，若是这2种特别的树，甲咱灵性的生命非常有关系。上帝应准人食各种树的果子，总是祝福人一条诫命，毋通食迄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总是人伫撒旦的引诱下面，违背上帝的诫命来犯罪、来堕落，所以伊虽望有得到知识的快乐，总是也失去生命永远。为着避免犯罪人，搁去伸手食即个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活伫罪内底。所以上帝将人赶出爱甸农园，也将通往
即个生命树的路，甲伊封起来，甲伊关起来。总是上帝并无放弃人，伊为着人准备救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伫世间，完成救恩的工作，是要互人罪会通得到赦免，人的生命会通得到重头生。当迄个时，生命树就搁一届向人来开放，蒙恩得救的人，有一天要伫新天新地的乐园内面来享受生命树的果子。当树甲人的自然生命，以及咱的灵性的生命关系遮尔密切，所以圣经内面常常用树来做比喻。诗篇第一篇，诗人开始就用树来做比喻。诗人将树比喻成做一个人，伊安尼讲：一个义人要亲像一丛树，栽伫溪水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无高大，既然伊所做的，拢会通得到顺利。拄拄亲像一丛栽伫溪水边，不断咧吸收土壤、水分甲空气遮的养分，即个叶袂高大，上时会通照时来结果子的树，共款，若是一个人，伊徛伫上帝的真理，不断对上帝的话通得到供应，对着上帝的神通得到快乐，那安尼伊的生命就无欠缺，伊所行的会通得到亨通。但毋仅是诗篇的诗人用树来做比喻，咱的主耶稣基督嘛用树来做比喻。伫咱拄则所读马可福音书第4章30节到32节，耶稣安尼讲：上帝的国亲像什么货？咱要用什么来比评伊啊？咱要用什么譬喻来说明伊啊？伊讲上帝国就亲像一粒挂菜籽，压落土，希望比地上别项的种子搁较细粒。总是已经压伫土里，伊就发生，渐渐较大，伫拢总的菜色，上时发出大树枝，到伫空中的鸟会来歇伫伊的荫下。上帝国是虾米货？上帝国是一个动态成长的一个过程，是上帝掌权伫你的生命、伫人类的社会中间的一个过程。伊就敢若亲像一粒落伫土里的一粒小小的挂菜籽。总是当伊开始咧长大时阵，有一天伊会通亲像一丛树。当然，咱会通讲教会无等于上帝国，咱也无应该将教会等同于上帝国。总是教会是上帝国重要一部分。上帝国怎样，教会也着爱学习亲像怎样。上帝国若是亲像一丛树，教会也着亲像一丛树。教会开始伫一群人听起上帝的呼召，因得到福音的种子伫因的心内，伫圣神溃烂的压关下面，因渐渐咧长大成熟，落尾要成做一丛树，会通结好的果子来形成一人。那安尼，如果教会亲像一丛树，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比喻，咱安怎来了解？安怎来描写咱 CTPC 这间教会这丛树啊？我个人伫这个所在服务3冬久，我对着 CTPC 的描写是安尼：CTPC 是一群互上帝的呼召甲竞选的台湾移民，甲伊的后代，来到伫美国落地生根，遵行耶稣基督相同的天命，长大成熟，成做一丛结满圣神果子的树。但伫这个比喻中间有几个要点，有几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咱相信的上帝，咱相信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咱相信敬拜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神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天父上帝呼召咱、竞选咱，是圣子耶稣基督用伊的宝血来救赎咱，上时教导咱认捌上帝，是圣神互咱得到重头生，上时点伫咱的生命中间，互咱的生命会通得到成长。咱若袂记这三位一体的上帝，咱就袂通成做一丛好的树。第二个部分是台湾的移民 ，CTPC 是对台湾的移民所组成，也经由台湾的移民所建立，成做为着台湾移民存在一间教会。现主是咱整体教会有体验，上时咱嘛有医院，袂少医院的兄弟姊妹，甲咱台湾无拄有直接的关联。
但是甲咱台湾的移民有间接的关系，有的是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有的是甲台湾的移民有结亲，成做台湾人的囝婿，也是成做台湾人的新妇。当然，咱中间嘛有一寡纯粹是外国人，总是因认同台湾，因认同台湾移民，欢喜甲台湾移民甲伊的后代同齐来敬拜上帝。所以整体来讲，无论咱的 TM 也是 EM， 大多数的兄弟姊妹是咱甲咱的台湾移民有直接也是间接的关系。检查有一天到伫第四代、第五代，咱教会内面台湾的移民会愈来愈少。迄个时阵，咱甲台湾的关系也愈来愈薄。到迄个时阵，咱台湾移民即间教会的特色也渐渐消失。检查有一天，总是介无伫咱抑阁会当看到的未来，10当20当的未来，咱犹原是一间台湾移民的教会。相信咱若有信心，咱会通恳求上帝，互咱 CTPC 会通永续来发展。咱强调，即间教会是台湾移民，目的毋是要将教会变成做台湾移民的一个俱乐部，也是成做一个同乡会。咱的目的是咱有一个使命，咱要按着台湾的移民来传福音，互因会通成做基督徒，甲咱同齐来敬拜上帝。第三个因素是落地生根。咱的会友，无论是移民，无论是移民的后代，来到伫美国这个所在。读册、工作、生活、打拼，最后咱有做一个选择，就是咱伫即个所在落地生根。若无有落地生根，就无可能成做一丛树。但第四个元素，就是咱所讲的相同的天命，就是耶稣所讲的大改命甲大使命。大改命甲大使命，因为拢有一个命，所以我予伊一个名称叫做相同的天命。大改命是讲，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听主你的上帝。第二个也三亲像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大使命是讲，你着去，互万百姓做我学生，奉爸囝圣神的名，甲因行洗礼。既然我所吩咐恁的，恁也着教示因来遵守。那安尼，我着常常甲恁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这两条的天命。虽望有差异，总是咱来知，伊是咱教会存在甲发展介重要的原则。咱若遵守这两条天命，咱的教会就会成长，成做上帝所欢喜的教会。咱若违反这两条天命其中的任何一条，咱的教会毋然是袂通成做上帝所欢喜的教会。咱的教会可能互上帝监督。互上帝清理，互上帝撤掉，甚至到尾，咱的教会有可能会毁灭。耶稣毋然是用树来比喻上帝国，耶稣也用树来比喻伊家己。耶稣讲：“我是真的葡萄树，我的爸是做园的。既若念伫我的枝无结果子的。”爸上帝就将伊剪除，既然结果子的，伊就互伊清气，要互伊结果子搁较济。天父上帝有丰盛的慈爱，拢是天父上帝有生成的公义甲伊的严厉。如果咱自称是基督徒，自称咱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却无将咱家己的性命甲耶稣基督结连做伙，亲像树枝连结伫树身同款。咱就无可能结出上帝所欢喜的果子。到伫落尾，咱的命运是受到剪除。若是耶稣用树做比喻，保罗先生也用树来做比喻。伫罗马人书第11章，伊用草橄榄树的树枝来做比喻。伊讲以色列百姓就亲像旧的树枝，若是外邦的基督徒是亲像新的树枝。上帝的救恩。上帝国度就亲像一丛橄榄树，以色列是这个树根，这个树顶根的旧的树枝，若是外邦的基督徒是新的树枝。保罗先生所则佫讲，伊讲这个枝有的是该错起来，你会原本是野的橄榄树，会通连接伫这个树本身，
会通得到即个树的根伊所发出的肥汁。那安尼，你就毋通对即个旧的枝来夸口，你就爱知，毋是根伫挖靠你，是咧挖靠根。所以你讲啊，即个旧的枝被撤掉，是为着我会通接上，无毋对，因为无信来受撤掉。你伫信内面，你才会通徛掉。所以你毋通自高，你就爱惊吓，因为上帝若要疼惜旧的枝，上帝也会通无疼惜你。你着看上帝的慈悲，甲着伊的严厉，对着遐个跋倒的、被撤掉的，上帝是严厉，总是上帝拯救你、款待你，是伊的慈悲，是要爱你长长踮伫的慈悲内面。若无有一天，你也会受到撤掉。耶稣甲保罗这两个比喻，拢咧共同强调树枝甲着树身，着爱结连做伙。拢咧强调，若是即丛树要会通发展了好，要会通结好的果子，就必须要常常修正整理。有的树枝会被接上，有的树枝可能会被压制。上帝有稳定的慈悲，有怜悯，有疼惜，会帮助咱结出好的果子。总是上帝嘛是公义，上帝嘛是严厉。如果咱一再拒绝伊的怜悯、慈爱的稳定，有一天，咱就要面对上帝对咱公义审判，伊会将咱撤掉。CTPC 对创立以来到到现今已经34档，今年个偌济，咱要庆祝设教35周年。就年纪来讲，咱是拄伫青壮年，总是当初创立 CTPC 教会兄弟姊妹，如今已经70岁、80岁，有人已经到100岁。是年老的一群。感谢上帝，咱的教会毋但是有 TM， 咱有 EM。EM 伫这个所在渐渐咧长大。目前咱 CTPC 除了有年老的 TM 以外，嘛有少年的 EM。希望就会友人数来讲 ，TM 比 EM 搁较济。但是可有期的将来 ，EM 会愈来愈兴旺。总是咱着恳求上帝保守，互咱的 TM 无跌到伫衰微。咱是会通继续永续来发展。咱的 CTPC 有一个优点，就是咱的地点。咱的地点是伫美国大华府地区。希望来美国的台湾的移民，无亲像过去遮尔济，总是只要台湾人，还佫有移民来到伫美国，这个地区永远是大家重要选择的一个地区。台湾是一个岛国，台湾的人民的血液内底有移民的基因，加上地缘政治的元素，加上经济发展的元素，加着高等教育的元素，会通有期伫未来120年内面，台湾来到伫美国的移民会继续来进行。只要一直有台湾的移民来到伫这个所在，咱 CTPC 就会通有永远发展的机会。教会亲像一丛树。那安尼，你希望教会这丛树会通成做什么款的树？我希望 CTPC 会通成做一丛老丛。咱知影有一寡果树，老丛所结的果子愈较甜，愈较好食。我是对台湾的台南来，每一当咧过中秋节的时阵，大家介期待通食到的文旦，就是对台南满豆的老丛来所产生的这个果子。如果一丛树会通继续成长，上时会通成长了好，成长了水，除了旧的树枝以外，必须要有新的树枝，而且这个树枝会通正平倒平对称平衡来发展。如果树枝拢偏伫正平，有一天这丛树会起去，会倒去。同款，如果这丛树若拢偏伫倒平，有一天这丛树嘛会起去。会倒去。TM 甲 EM 是咱教会目前两支大树枝，也对这两支大树枝开始咧发一寡小树枝。咱期待伊会通平衡来发展，各自发展伊家己的小树枝，上时会通结出侪侪果子。同齐互 CTPC 这丛树会通彰显圣神的气力，耶稣基督恩典，甲天父上帝荣耀。亲爱兄弟姊妹，互咱来学习一项事。
就是咱会通亲像诗人共款，将咱家己看做是一丛树，互咱做伙来学习。毋仅是咱将咱家己个人看做亲像一丛树，咱也来学习，将教会看做一丛树。迄个永远存在的阿爸爸上帝，伊呼召咱、拣选咱来成做伊的儿女，互咱会通伫耶稣基督内面，伫耶稣基督即丛生命树，甲伊三角结连做伙，通过伊，咱有虽望是一个罪人，总是伫伊内面，咱已经称做伊。虽望咱过去有犯罪做罪恶，总是伊要互咱的生命会通成做成。天父上帝是栽培咱的阿爸爸上帝，伊要将咱栽伫活水的水泉边，不断用圣神来压灌咱。总是天父上帝嘛要修正咱、洁净咱，互咱死里必死即丛树，虽望渐渐亲像变老，总是伊会通变做一丛老丛的，不断有新的树基对旧的树身来出。因事来发展，会通成做一丛上帝所欢喜的树，照时来结果子，常时树叶来无孤单。这是咱心内介大一个愿望。愿望这个愿望伫咱中间会通实现，请咱同齐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有创造各种无共款的树木，结各种无共款的果子。来养饲阮，丰富阮的生命。爸上帝，你甚至为着阮备办生命树，是要阮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阮的主因为犯罪，互阮失去得到生命树的机会。阮若继续活伫罪内面，阮也必然无即款的福气，会通享受生命树的果子。总是阮感谢你，通过你的囝耶稣基督的救恩，互阮因为相信伊。阮的罪得到赦免，常时引带阮行往通往生命树的道路。阿爸爸上帝，阮的救主耶稣基督有教导阮讲，上帝国亲像一丛树，常时伊佫讲，伊本身就是真的葡萄树。若是爸上帝，你是栽培的、修整的、整理的、做园的主人。阮的教会也亲像一丛树，耶稣基督就是阮的树根。就是阮的树身，阮拢是即丛树大大细细的树基，帮助阮会通甲即丛树紧密来结连，会通结出好的果子，毋通互阮离开即丛树，直到阮开始高达，最后被剪除。帮助阮无论是 TM 也是 EM 的兄弟姊妹，拢会通疼惜即丛树，伫疼的内面互相结连伫你，也用疼来彼此相结连。通好即丛树，照着你的心意来成长，美丽壮观，结侪侪好的果子来荣耀你，也得到你的欢喜。奉耶稣名祈祷，阿门。